維修達人帶你了解電腦硬件檢測與電力維修的重要性。在這個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電腦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和工作的重要部分。然而，電腦的穩定運行離不開良好的電力支援。本文由維修達人團隊撰寫，旨在探討電腦硬件檢測的重要性，以及在進行電力維修時如何保護你的電腦免受漏電跳切和硬盤故障的影響。電腦硬件檢測的必要性。首先，定期對電腦進行硬件檢測至關重要。這不僅有助於早期發現問題，如硬盤故障或電源問題，還可以及時取措施避免進一步的損壞。在高科技城市如香港，確保電腦硬件的穩定性尤其關鍵。電力維修期間的硬件保護。當進行電力維修時，電腦可能會面臨不穩定的電力供應，這可能對硬件造成嚴重損壞。以下是一些在維修期間保護電腦的建議：一、斷開電源。在維修開始前，確保將電腦從電源插座中拔出。二、使用穩壓器。三、監測電力恢復。維修完成後，確認電力穩定後，才重新連接電腦。應對漏電跳切。漏電跳切是常見的電力問題，不僅會影響電腦使用，還可能對硬件造成損害。因此，當遇到漏電跳切時，應立即取以下措施：一、立即停用電腦，立即停止使用並切斷電源。二、檢查與修復，檢查電源線和插座，必要時尋求維修達人的專業電力維修服務。透過以上策略，你可以有效保護你的電腦，延長其使用壽命。記住，維修達人始終強調，預防勝於治療。定期的電腦硬件檢測和妥善的電力維修措施是確保電腦安全高效運行的關鍵。維修達人服務承諾：我們提供具質量保障的一條龍快速日夜上門維修及支援服務。旗下的專業維修人員會為客戶提供詳盡專業的分析，幫助客戶解決各種家電及電腦硬件相關問題。我們保證所有維修零件均為原廠零件，質量絕對有保障，減少故障再次發生的機會。我們服務範圍涵蓋全港9新界，離島及偏遠地方也是我們的服務範圍。維修達人的熱線服務專員會先進行專業分析，確認維修成功率高，才會安排上門維修，絕不收取不必要的檢測費用，並協助客戶預算所需的維修費用，提供免費售前報價，保證價格透明合理，明碼實價，絕不取巧。本公司已經營家電及電腦維修業務10多年。憑住豐富經驗及良好的口碑，我們始終致力於提供優質服務，贏得廣大客戶的信任。若遇到任何家電或電腦的問題，歡迎隨時透過 WhatsApp 59328799或致電37428790查詢更多詳情。我們的服務專員將竭誠為你服務。